你好，呢度係粵精彩時局中環。2月8號，一則關於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嘅爆炸性傳聞喺 X 平台上快速發酵，引發中文圈廣泛猜測，呢位退休13年嘅中共元老係唔係已經捲入目前高層清洗風暴？傳聞直指溫家寶住所被黑衣人圍住，佢嘅屋企人及多名工作人員被帶走。喺軍方巨頭張又俠被捕嘅背景下，如果呢個消息屬實，似乎佐證咗之前坊間關於元老掌控局勢、習近平失勢傳聞嘅真實性，更加可能標誌住習近平勢力嘅反撲成功。不過呢個究竟係遙遙領先嘅預言，定係政治煙幕彈？2月8號 X 賬號破幕推牆發帖話，溫家寶住所被黑衣人圍住，溫家寶同家人仲有10幾個工作人員全部被帶走，配圖係一座紅色別墅被黑衣人包圍嘅相片。消息好快引發熱烈討論。需要特別指出嘅係，由爆料源本身嚟睇，破幕推牆並唔係一個以準確爆料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而著稱嘅賬號。回顧呢個賬號以往嘅發帖內容，佢更加多關注嘅係中國國內嘅民生事件、維權案例以及社會層面嘅不公現象，而唔係長期系統性咁披露中南海高層博弈內幕。亦正因為咁，呢一次關於溫家寶嘅消息，亦都好難只係憑呢一個賬號過往嘅信譽記錄嚟判斷佢嘅真實性高低。佢更加似係一條突然間闖入高層政治領域嘅爆料，而非一個延續性嘅判斷結論。與此同時，圍繞配圖本身，討論亦都好快出現分歧。有網友指出，相片中嘅紅色別墅，無論由建築風格、空間佈局，定係由周邊環境嚟睇，都唔似係中南海內部建築。但呢一種質疑本身並唔能夠直接否定消息嘅可能性。原因亦都好簡單，溫家寶唔係現任領導人。佢由2013年退休到而家已經10幾年，喺中共體制內，退休元老居住喺中南海本身就並唔符合慣例。相比之下，位於北京西山、玉泉山或其他封閉管理區域嘅獨立高幹住所，反而更加符合退休上位前總理嘅現實居住形態。所以只係由相片嚟睇，好難確定或否定傳聞嘅真實性。真正值得關注嘅係 X 知名中文賬號李老師唔係李老師喺2月8號發表嘅一則貼文。呢一條貼文冇直接提及溫家寶被帶走，而係貼出咗一條1月5號嘅舊消息。官方通報溫家寶前秘書田學斌被查嘅消息。要理解呢條貼文點解引發關注，就必須先了解一下呢一個賬號嘅使用習慣。長期以嚟，呢個賬號發表嘅內容大多數都集中喺中國國內正喺發生嘅民間抗議、維權事件、突發嘅社會新聞等民生，而且有一個非常鮮明嘅特點，時效性好好，都係新發生、正喺發生嘅事。亦正因為咁，呢個賬號突然間翻出1個月以前嘅舊聞，尤其係嗰種已經被媒體報道過嘅塵埃落定嘅官方通報，亦就令人更加就事件多打一個問號。關鍵在於呢個貼文嘅最後仲加上咗一句意味頗深嘅個人評論，就係田學森嘅背景同落馬時機傳達咗更深層嘅政治信號，亦折射出中南海嘅鬥爭趨向白熱化。呢一個唔似係一次例行嘅信息整理，更加似係一種刻意嘅重新提示。其實類似嘅操作喺冇幾耐之前，其實已經出現過一次。喺張又俠事件仲未有官宣前，X 平台上就傳出咗張又俠出事嘅傳聞，
之後，李老師唔係李老師就喺 X 上貼出咗張又俠缺席四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幕禮嘅消息。當時佢亦都同意冇直接落結論，但就喺信息呈現方式上留低咗足夠嘅想象空間，似乎係喺度呼應張又俠出事嘅傳聞。呢啲現象出現2日之後，張又俠被官宣立案審查。正因為咁，呢條關於田學斌被查嘅舊聞就被坊間浮上聯篇。當然，呢個並唔意味住可以據此得出結論，認定溫家寶已經出事，但至少講明一點，圍繞溫家寶及佢舊下屬嘅政治風險，正喺被一啲對風向極為敏感嘅觀察者重新放回公眾視野之中。X 賬號新高地分析話，黑衣人圍斬高規格行動，類似過去高官落馬場景，家人、工作人員全部帶走，切斷聯繫，顯示全面清查。X 平台熱烈討論，有觀點話溫家寶私底下批評習近平嘅政策，同張又俠嘅反習案相呼應。但如果後續冇官方嘅消息證實，亦都有可能係謠言或中共高層放風試探。就喺溫家寶出事傳聞爆發嘅前2日，2月6號，中共全國政協第14屆委員會第46次主席會議審議通過，撤銷田學斌、何松嘅政協委員資格，並提請常委會追認。呢個係官方對田學斌落馬嘅後續處理，意味住佢唔單止被查，仲被正式剝奪黨內最後一層保護傘。呢一個往往係開除黨籍公職嘅前奏。田學斌呢位曾經喺溫家寶身邊服務長達16年，由中央辦公廳一路隨行到國辦嘅核心秘書長，已經被官方正式定性為2026年查辦貪污嘅首虎。請注意呢一個字眼，首虎喺中共嘅政治語境入邊，開年嘅第一隻老虎往往具有祭旗嘅意味，唔單止係為咗反腐敗，更加係為咗定下全年嘅政治基調。田學斌長期擔任溫家寶秘書，1992至2008年喺中央辦公廳國辦任職，2003年後公開身份，之後歷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2015年起任水利部副部長，直至2023年退休。相比朱鎔基、李克強時代嘅秘書，田學斌嘅遭遇喺近年總理秘書中實屬罕見。例如朱鎔基嘅秘書基本上都平安落地啦，冇聽講邊個出大問題。李克強嘅秘書入邊，亦只有楊晶喺2018年受到啲處分，留黨察看1年，由副國級降到正部級，之後平安退休，算得上係軟着陸。相比之下，田學斌嘅待遇就冇咁好彩啦。2026年新年開始就被官宣調查，2月6號又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呢個喺近幾任總理嘅秘書入邊，呢種重罰可以話係獨一無二嘅。喺田學斌官宣被查嘅時候，外界就猜測呢個可能唔係單純捉田學斌咁簡單，而係剷除溫家寶親屬以及周邊嘅人。尤其而家傳出溫家寶住所被圍嘅風聲，呢件事就令人覺得習近平嘅呢一輪反撲正喺燒向傳聞中退休元老嘅頭上。如果話黑衣人圍斬係突發嘅驚雷，咁我哋接落嚟要傾嘅呢一份文件，就係埋藏喺中南海地底10幾年甚至幾十年嘅導火線。喺溫家寶出事傳聞發酵嘅同時，美國司法部解封嘅愛潑斯坦檔案顯示，習近平同溫家寶之間嘅恩怨早喺10幾年前就已經埋下伏筆。檔案中有一份寫於2012年11月18號嘅電郵，發件人係愛潑斯坦本人，收件人係佢嘅親信大衛斯特恩。電郵中，愛潑斯坦詢問斯特恩：你有冇睇到《紐約時報》關於審凍妻子嘅嗰篇報道？姓段嘅嗰個
斯特恩好快就回覆話，呢個係中共新領導層針對溫家寶持有資產體系進行嘅大規模內部調查，並強調呢次調查係由習近平嘅前任江澤民精心策劃嘅。呢封郵件嘅時間正係習近平2012年11月15號喺中共18大上出任黨魁後嘅第3日。時機嘅巧合就令人浮想聯翩。檔案提到嘅沈棟及佢嘅前妻段偉雄係溫家寶家族資產嘅關鍵人物。根據公開資料，沈棟喺自傳《紅色賭盤》中描述，佢同段偉雄點樣利用與中共高官嘅關係喺商界斬獲成功，披露咗政商一體嘅黑幕。德國之聲曾經報導，沈棟夫婦係溫家寶家族嘅白手套，幫助溫家隱藏資產。2012年紐約時報嘅一篇調查報導，更加係直接揭露咗溫家寶家族涉及27億美元資產。呢一爆料曾經導致該報網站喺中國被封鎖。圍繞呢一封電郵嘅政治含義，多位長期觀察中共高層博弈嘅時事評論員都提出咗相當明確嘅解讀。我推薦一款非常好用嘅 VPN， 神盾 VPN。我同我哋團隊嘅人都覺得呢個係目前真正值得信賴嘅安全 VPN。點解咁講？好多人可能都喺度用 VPN， 但係傳統 VPN 存在一個問題，佢只用一台伺服器，資料經過加密傳到 VPN 嘅伺服器，然後由同一台伺服器發送出去。亦就係話，佢唔單止知道你嘅來源 IP， 亦都知道你連到去邊度。呢個意味住，只要嗰台伺服器有風險，你嘅成條路徑就會被睇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採用嘅係獨家技術，雙節點 P2P 加密架構，資料會經過2台伺服器轉送。第一台只係知道你嘅來源 IP， 第二台只係知道你要連嘅目的地。2台之間端對端加密，任何單一節點都無法還原成條通訊路徑，連神盾自己都無法追蹤你喺網絡上嘅行蹤。除咗安全，神盾 VPN 嘅速度同穩定性表現亦都好出色。神盾 VPN 可以喺全球伺服器自動切換，隨時連最近最快節點，而且一個賬號可以用喺手機、電腦、平板電腦，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購買2年方案，享有65折優惠，輸入我哋節目專屬優惠碼月，再有9折。30日內唔滿意，全額退款，無風險試用。快啲點擊節目下方描述欄購買連結購買啦！時事評論員江峰喺節目中指出，呢封電郵幾乎係踩住節拍出現嘅。按照江峰嘅講法，呢一封電郵所捕捉到嘅並唔係某種模糊嘅政治氣氛，而係習近平上台後嘅第一把火，借資產調查、反腐敗清理嘅名義，對前朝政治遺產進行系統性逐一審查同切割。習近平啱啱做上總書記，就馬上喐手調查溫家寶家族嘅錢財問題。呢個背後係江澤民喺幫忙出主意，令到習近平清除潛在對手，為自己上位掃清障礙，同時通過呢一招拉攏習近平。知名時事評論員張天亮就認為，溫家寶其實係習近平嘅恩人。2012年2月6號，重慶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突然間走到美國領事館避難，呢個直接引爆咗薄熙來案。薄熙來當時係江澤民睇中嘅接班人選，佢計劃先令薄熙來入常委接周永康政法委書記嘅位，然後喺18大4中全會上發動政變，取代習近平自己做總書記。溫家寶喺呢件事上最堅決，佢作為總理力主調查薄熙來，手法非常狠辣同果斷。譬如喺政治局會議上，
溫家寶公開要求徹查，唔俾薄熙來任何翻身嘅機會，仲喺公開場合批評薄熙來嘅唱紅打黑係文革餘毒。呢個等於直接壞咗江澤民嘅算盤，亦都幫習近平掃除咗最大嘅障礙。可以想象，如果冇溫家寶嘅呢一擊，習近平好可能上唔到台，或者上台後好快亦會被薄熙來、周永康聯手搞冧。所以溫家寶絕對係習近平嘅恩人，等於救咗習近平一命，並幫佢保住咗大位。不過喺中共入邊，從嚟都冇恩義，只有利益同權利。雖然溫家寶幫助習近平剷除咗佢最大嘅隱患薄熙來同周永康，但習近平仲係將溫家寶當成隱藏嘅麻煩。點解？因為溫家寶嘅政治手法老辣，做事堅決，喺民間口碑又好，仲曾經公開呼籲政治改革，警告文革風險。呢個同習近平嘅路線完全唔合拍。張天亮強調，中共高層嘅邏輯就係為天下者不顧身家，意思係為咗奪權同保權，乜嘢親情恩情都唔算數，一旦利益變咗，馬上就會反面。其實呢個由薄熙來同習近平自己身上，亦都可以睇到呢一種鬥爭嘅殘酷性。文革時期，薄熙來嘅父親薄一波被打成反革命，薄熙來為咗表示自己同佢爸爸已經劃清界線，一腳踢斷佢爸爸3條肋骨，仲打咗佢爸爸幾巴掌。更加令人為之側目嘅係，薄一波並冇因為咁鬧薄熙來係不孝之子，反而認為呢個仔心狠手辣，能夠做大事，極力推動佢喺政壇上嘅上升。仲有習近平當時佢嘅爸爸習仲勳亦都被打成反革命後，佢自己亦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喺中央黨校嘅庭院入邊。喺一次批鬥會上，佢嘅媽媽齊心就舉手嗌口號打倒佢個仔。一日夜間落住大雨，習近平趁看守所唔注意，跳窗口由黨校跑返屋企，斯斯縮縮咁話俾齊心知自己餓，叫媽媽整啲嘢俾自己食。但係萬萬冇諗到，齊心唔單止冇煮飯俾佢食，反而喺佢唔知情嘅情況下，冒住大雨向領導報告。呢個就係中共思考問題嘅邏輯，冇親情，冇恩義，冇利益。其實睇到呢度，我哋亦都唔難理解點解劉亞洲喺幫助習近平後被判無期徒刑，柳原喺幫助習近平後被逼除咗軍裝，王岐山喺幫助習近平後被剷除親屬同周邊嘅人，被邊緣化，就連支持佢修憲連任嘅張又俠亦都被捕。所以如果消息係真嘅，咁樣而家輪到溫家寶，亦就不足為奇啦。由呢個角度睇，圍繞溫家寶之前嘅舊下屬嘅調查，資產層面嘅追溯到而家今日不斷被重新提起嘅種種信號，並唔核突。早喺2年前就準確預測張又俠、劉振立被捕嘅 X 賬號新高地，就呢件事嘅分析亦都極具穿透力。佢話喺習近平眼裏，溫家寶唔單止係過去胡溫10年嘅殘餘，更加係目前反對派，尤其係嗰啲反對習近平開倒車嘅元老嘅一面旗幟。喺張又俠案敏感期，佢出事唯一合理嘅解釋係涉案，呢個亦係講明中共政治深水區遠超表面，未來或有更多連鎖反應。當我哋將田學斌嘅落馬、張又俠嘅倒台，以及呢份塵封已久嘅愛潑斯坦檔案堆砌喺一齊時，一個極為恐怖嘅真相呼之欲出。呢個唔係一場突發嘅意外，而係一場蓄謀咗10幾年甚至更耐嘅政治收繳。習近平正係用最極端嘅方式話俾所有人知，喺中南海冇邊個係絕對安全嘅。就算你係曾經嘅國務院總理，就算你係曾經嘅恩人，就算呢一筆賬已經拖咗10幾年。呢度係越精彩時局中橫，多謝你嘅陪伴同思考。
請訂閱、分享並點擊小鈴鐺，等我哋一齊喺動盪中堅守真相，喺黑暗中燃點希望。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會。